2026年4月10號，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式宣布，根據穩定幣條例授予首批穩定幣發行人牌照，得主正係大家非常熟悉嘅兩個名：匯豐銀行 HSBC 以及由渣打銀行 Animoca 同香港電訊 HKT共同成立嘅合資公司所得。呢個意味住啲乜嘢？第一，穩定幣唔再只係幣圈玩具，而係被納入香港監管體系，由傳統大型持牌銀行正面擁抱，正變成新一代金融基建。第二，未來你喺香港所用到嘅穩定幣，好大機會直接嚟自匯豐或者渣打系統，整合進 PayMe、手機銀行、企業跨境結算，甚至代幣化資產交易平台。第三，香港喺全球穩定幣版圖上正式從觀察者變成規則制定者同試驗場，而且係全世界最早一批真正落地牌照制度嘅城市之一。我係股市漁夫導航員余文樂，今日我哋就一齊回顧下穩定幣發展。講之前提提大家，股市漁夫舉辦嘅4月8號長達個半鐘嘅專題研討會，全場爆滿。如果想聽重溫，都可以按片下面連結登記。我哋稍後會將段片分享俾你。假如你係一個香港嘅傳統金融投資者，手持匯豐、渣打、工行股票，每日睇恒指、睇美股，你覺得加密貨幣呢件事同你毫無關係？但係香港首批穩定幣發行牌照之後，不久將來可以預見就係穩定幣接入 PayMe 同銀行體系，接入日常生活。未來你買嘅代幣化基金、債券甚至房地產，背後好可能都係用穩定幣結算。你仲覺得呢件事同你冇關咩？所以今日我要講嘅唔係加密貨幣，而係一場正在重寫全球金融秩序嘅靜默革命。漁夫講堂早就預見穩定幣會係投資或者資產重要一員，舊年底就推出非常受歡迎嘅區塊鏈手把手課程。基於穩定幣咁啱喺香港發牌，推出一個一次性特價優惠，片下邊連結就有課程詳情，同埋記得入優惠碼 Stablecoin， 4月20號就會截止。想知道更加多就唔好錯過，可能係香港最全面嘅穩定幣相關課程，仲可以取得 CPT 證書。股市漁夫 Stockfisher 由前信報研究部主管莊志雄創辦，提供市寬個股信號獨家指標。莊博每週提供會員限定嘅港股、美股同宏觀大局分析，助你掌握最新投資機會。立即 WhatsApp 910-10168或者按下面連結訂閱。先從一個簡單問題開始。穩定幣到底係乜嘢？如果你學過中國歷史，可以咁樣理解：穩定幣就係區塊鏈上嘅銀票。仲記得清朝嘅票號咩？商人將白銀存進票號，換取一張可以全國通用嘅銀票。呢一張紙本身冇價值，但背後有足額嘅白銀做支撐，你隨時可以兌換返嚟。穩定幣嘅邏輯幾乎一模一樣。只係呢一張銀票，而家跑喺區塊鏈上，可以7日24小時不分國界，幾乎即時完成轉賬，而且手續費低到近乎零。通過某啲高性能區塊鏈，例如 Solana， 轉一筆 USDT 費用低至0.002美元，而傳統銀行電匯跨境一次隨時50港元手續費起跳，仲要等3到5個工作日，效率差距何止百倍。呢個就係 Tether 嘅故事。2014年，一家名叫 Tether 嘅公司靜靜咁推出咗 USDT， 一個同美元1比1掛鈎嘅加密代幣。冇人預料到呢個小小嘅諗法會長成一頭超級獨角獸。截止2025年底，USDT 嘅流通量突破1800幾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Tether 公司喺2025年嘅全年淨利潤超過100億美元，全最賺錢嘅一線銀行一年賺100億美元已經係頂級水平，而 Tether 用嘅只係幾百人嘅團隊，佢嘅儲備資產高達1900幾億美元，其中直接持有嘅美國短期國債超過1200億美元，讓 Tether 成為全球最大嘅美債持有人之一，持有量甚至超越唔少主權國家。同一時間，穩定幣整體市場喺高速膨脹。2025年2月，
穩定幣嘅月均成交額已經達到4.1萬億美元，交易量已經超過 Visa 同 PayPal 加起嚟嘅規模。到2025年6月，全球穩定幣總市值突破2300億美元，比2019年暴增咗57倍。呢個並非係小事，而一場貨幣層級嘅革命。但同一時間 ，Tether 嘅崛起亦都伴隨住爭議。佢嘅儲備透明度問題曾經多次遭到監管機構同市場質疑。USDT 嘅價格亦都曾經短暫跌破1美元。更核心嘅問題係，一間私人公司可以喺全球範圍內發行咁龐大嘅美元替代品，官方儲備透明度受質疑，而且長期游離喺監管之外，係咪合理安全？2025年，各國政府終於開始正面回應呢個問題。講到呢度，要先講清楚一件事，唔係所有穩定幣都係一樣㗎。有啲穩定幣，例如 USDT、USDC， 背後係現金、短期國債等高流動性資產作為抵押，屬於資產擔保型，價格相對穩定，已經廣泛用於交易撮合、DeFi 借貸、跨境結算等嘅場景。亦都有一啲穩定幣，睇起嚟有完美嘅數學公式，聲稱只靠演算法同另一枚代幣就可以永遠維持1美元嘅價格，結果喺市場壓力一嚟，瞬間崩潰。最典型嘅例子就係 Terra USD 同 Luna。2022年5月，呢個曾經市值超過400億美元，被吹捧為去中心化穩定幣典範嘅系統，喺短短1星期內就跌到近乎歸零，蒸發大約450億美元市值，連帶拖垮成個加密市場，成為教科書式嘅死亡螺旋。當時為咗守住1美元錨定，項目方動用咗超過15億美元嘅比特幣儲備入場護盤，仍然無法阻止 UST 脫鈎，反而加速咗拋售壓力。Luna 從近90美元一路崩塌到0.0001美元，實際上趨近歸零。點解演算法穩定幣喺壓力之下咁脆弱？作為投資者，你可以用啲乜嘢指標提早嗅到死亡螺旋嘅味道？目標係幫你分清楚邊啲穩定幣正喺度變成受監管、受審計、被銀行採用嘅金融基建，邊啲只係包裝精美，隨時可能重演 Terra 同 Luna 悲劇嘅高危實驗品。2025年係全球穩定幣監管元年，3場關鍵戰役幾乎同時開打。第一場係美國，2025年6月17號。美國參議院通過 Genius 法案，呢個係美國首部聯邦層面嘅穩定幣專法。同年7月18號，特朗普總統正式簽署，使其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部聯邦數字資產法律。法案嘅核心要求包括穩定幣必須有100%高流動性美元資產作為儲備，儲備資產必須由受監管金融機構託管，並定期披露禁止發行純演算法穩定幣。美國嘅目的非常清晰，唔係要打擊穩定幣，而係要俾美元喺數位世界繼續做大哥。今日市面上主流嘅法幣穩定幣超過85%都係美元掛鈎，甚至有研究估計，到2028年，穩定幣發行方持有嘅美國國債可能高達1.6兆美元。呢代表穩定幣已經成為美元輸出同美債需求嘅一個新水喉。第二場係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嘅態度同美國截然相反。2013年起，金融機構被禁止參與比特幣交易；2017年起，禁止 ICO 並關閉國內加密貨幣交易所；2021年進一步全面叫停挖礦同相關交易。對於穩定幣，中國監管部門更加係明確將其歸類為虛擬貨幣，喺境內從事穩定幣交易被認定為非法金融活動。但呢個並唔代表中國放棄數字金融，反而係選擇用官方數字人民幣嚟承載跨境支付同數字經濟願景。直至2024年中，數字人民幣試點交易金額已經累計超過7兆元人民幣，喺多地用於交通、民生支付同部分跨境貿易。第三場係香港。2025年5月21號，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2025年6月6號，特區政府喺憲報公布，指定8月1號為穩定幣條例正式生效日期。香港因此成為全球第一個真正落地法幣穩定幣全面監管框架嘅司法管轄區。條例嘅幾個關鍵點包括
發牌制度，只有取得金管局發牌嘅機構，先可以向公眾發行或者兌換穩定幣。申請人最低實踐資本2500萬港元，高管需獲金管局審批。發行人必須持有唔低於流通規模嘅高流動性資產，獨立託管，每日估值，確保隨時可1:1兌回，且不得支付利息。更加關鍵嘅一刀係對現有場外 USDT 同 USDC 市場嘅處理。自2025年9月起，香港正式禁止向零售客戶銷售未持牌穩定幣 USDT、USDC 呢類海外發行嘅穩定幣，只能夠向擁有唔少於800萬港元流動資產嘅專業投資者提供。街邊 OTC 找換店嘅 USDT 現金交易一律叫停。呢個既係風險切割，亦都係空間騰挪。隨住牌照制度落地，金管局好快就收到超過30幾宗穩定幣發行牌照申請，當中包括匯豐、渣打、京東以及本地與國際金融科技公司。到2026年4月10號，匯豐同 Anchor Point 正式獲發首批穩定幣發行人牌照，標誌住香港穩定幣正式從概念進入實際落地階段。香港點解咁積極？因為目前亞洲穩定幣交易量只係佔全球大約10%，但人口同埋經濟體量遠遠超過歐美。再加上香港背靠大灣區，面向全球，擁有成熟嘅普通法制度以及金融基建。一旦穩定幣與代幣化實體資產、跨境支付結合，香港極可能喺下一輪數字金融競賽裏邊走在最前。講到呢度，你仲會覺得穩定幣同你我冇關咩？無論你係手持匯豐、渣打金融股嘅傳統價值投資者，持有比特幣、以太坊嘅加密投資者，定係從事跨境貿易、家族辦公室嘅專業人士，你都需要真正熟悉穩定幣、熟悉香港喺呢一場遊戲中嘅位置。如果想趁優惠時段參加，就記得按片下連結。當下一次市場有新佈局，你係企喺浪頭上嘅嗰一批人，定係俾浪推住行嘅嗰一批？今日漁民碼頭就到呢度，我哋下次見。